去越南呢5個千祈唔好嘅地方，一定要聽到最後啊，因為分分鐘咧會令到你家破人亡嘅。首先第一個，我哋去到越南咧，千祈唔好去 KTV， 因為 KTV 呢地方咧，全部咧冚非常多，啲姐姐仔咧拉住你咧，分分鐘咧你出唔到間 KTV 門口就去咗其他地方噶啦。第二個地方，千祈唔好去酒吧喎，因為裏邊咧啲姐姐仔咧跳舞咧就跳得太 high， 分分鐘咧你咧就唔記得咗翻屋企嘅路噶啦。第三個，千祈咧亦都唔好去咖啡廳，因為去咖啡廳咧嗰度係打碟咖啡廳嚟噶，都有個姐姐仔咧同你傾下人生大道理。第四個，千祈唔好揾啲摩托車導遊，因為嗰度咧全部咧都係大學生啲妹妹仔啦，分分鐘咧唔知黐咗你去邊度。第五個最關鍵嚟啦，去到越南咧，千祈唔好咧投資做生意喎，一投資嘅話咧，分分鐘咧你咧嗰度咧會多緊一個老婆，你中國都翻唔到噶。聽得明嘅話咧，各位兄弟點個讚留言話俾大家知，去越南有幾危險。